第64課第31題，咁呢一題呢就係針對緊兩隻物質嘅，就係呢個化合物 G 同埋化合物 H 嘅。咁我哋都知道佢哋相應嘅一啲分子式。好啦，咁佢哋呢原來由 H 經過氧化作用嘅時候呢，就會產生咗 G。咁你其實都會睇到嘅，喺嗰個氫原子呢，佢係會由 H 嗰度有10粒，去到 G 係得翻8粒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氧嘅數量呢，係不變嘅。所以原來由呢一度呢，我初步已經可以預計到 H 呢應該係一隻醇嚟嘅，咁而 G 呢，咁佢應該係一隻碳基化合物。不過當然啦，個問題就係佢到底係一隻醇定係酮呢？我哋係唔知嘅。但係咧，我哋睇翻下面嘅H 嗰個紅外光譜咧，都會睇到喺雖然佢一度唔係好闊啦，但係喺3000至3500一度咧，其實都有一個吸收帶嘅。咁呢個吸收帶咧，其實正正就係代表佢係有 OH 鍵喺度嘅。咁所以我就知道咧，H 咧應該係屬於醇。好啦，咁當然啦，咁我哋本身由佢上邊題目嘅文字嘅資料咧，其實都可以判斷到嘅。好啦，咁但係到波啦，就係睇翻個質譜。咁G 嚟講呢，就係佢嘅質譜呢，就係咁嘅樣，有43、57同埋72三個嘅。咁而我哋睇翻 G 本身佢個分子式呢，其實就係 C4H8O。佢嘅相對分子質量呢，啱啱好就係72，即係話72一個就係代表佢嘅分子離子峰。咁所以自然呢，一個43同埋57呢，呢兩個呢就係代表緊由個分子離子佢因為唔穩定而分拆出嚟嘅碎裂離子嚟嘅。好啦，咁但係呢兩隻碎裂離子係啲乜嘢嘢呢？好啦，首先我哋諗翻呢，根據我哋啱啱早前嘅判斷，呢一個 G 呢，佢好大機會會係一隻醇或者係一隻酮嚟嘅。咁但係我哋就唔知道佢係邊隻，咁所以呢，喺呢一個質譜呢，其實我哋係可以分辨到佢哋嘅。如果係喺個質譜嗰度，我哋見到有一個好強嘅43、57呢，其實好大機會43呢，其實就係嚟自 CH3CO 正嘅，因為呢，佢而家呢個結構呢，係一個比較穩定嘅碎裂離子嚟嘅。所以如果同學話，喂，佢會唔會有可能其實係由 CH3、CH2、CH2 正組成嘅呢？其實佢機會唔係話冇，但係呢可能性好細，起碼佢個相對強度呢唔會高到咁誇張嘅。因為如果我哋講緊一個丙基離子呢，佢係冇可能嗰個穩定性咁高，係會產生咁多，應該會繼續可能碎落去就會產生咗一啲CH3 正、CH3、CH2 正等等嘅。咁既然而家知道43呢，最大機會係嚟自 CH3CO 正嘅時候呢，咁到底57又代表乜嘢呢？咁我哋可以比較翻佢哋兩個嘅質譜峰呢，係相差咗14格，而14格呢，其實基本上就係代表咗一組嘅 CH2 嘅。咁即係話呢，其實57一度，咁佢其實係既有 CH3，亦都有一組 CH2，然後先出現到 CO 相見呢一個位嘅。咁所以呢，57應該就係代表 CH3、CH2、CO 正。好啦，咁所以呢，呢一度就係我哋解答 B1 嘅部分啦。咁我哋喺作答嗰陣時呢，亦都記得我哋係要講翻清楚每一個嘅碎裂離子係同邊一個嘅質譜峰呢係有關嘅。好啦，咁最後呢，就係推定翻 G 嘅可能結構。咁喺一度嘅推定嚟講呢，其實我哋係可以集合晒好多唔同嘅資料，包括係一啲化學反應或者化學測試嘅結果啦，紅外光譜或者質譜嘅資訊嘅。咁所以呢，例如我哋啱啱喺題目一開始其實都有推斷過，就係講緊呢個 H 氧化咗之後產生出嚟嘅化合物 G 呢，就只有一個嘅氧原子嘅啫。所以呢，呢一個G 呢應該係一個碳基化合物，即係醇或者酮嘅。咁再將啱啱上邊嗰個部分呢，去推而廣之，因為我哋知道呢個分子式就係C4H8O 啊嘛，咁即係話 G 呢係得4個嘅碳原子嘅啫，咁所以4個碳原子佢得又係一隻醇或者酮，咁啊應該得3個可能性，分別係丁醇啦、甲基丙醇啦，即係有個 CH3 走咗去中間啦，或者係丁酮嘅。好啦。
咁但係呢三隻邊隻呢？咁其實我哋再睇翻上邊呢一度嘅質譜呢，咁其實你會仔細啲留意，雖然佢有43、57，但係有一個呢，我哋係冇即係見唔到有咁滯嘅，就係71。71呢，佢可以代表緊啲乜嘢呢？可以係 CH3、CH2、CH2、CO 正嘅，即係話喺呢一條碳鏈入邊再多個 CH2，因為佢哋相差14啊嘛。咁但係冇，基本上呢係冇呢一隻物質出現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知道，我就可以利用翻呢個質譜冇一個離子峰嘅資訊，就知道呢，佢係唔會有呢一個可以喺丁醛或者係甲基丙醛出現嘅離子，所以就知道呢 G 就唔會係醛啦。所以綜合上邊3點嘅資訊呢，我就知道 G 嘅可能結構就應該係丁酮啦，即係4個碳，咁而喺中間其中一個 C 嗰度呢，俾翻個 CO 雙鍵佢，咁一個呢，就係佢嘅可能結構。